即便男人再困，他也不会睡觉，因为他要借助黑夜化身成月光骑士，游走在黑暗地带，惩治那些危害人类的恶魔。不知为什么，每次看到他变身的样子，我都想上厕所。但天亮后，他都会从自家的床上醒来，仿佛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长此以久，史蒂文被双重身份弄得疲惫不堪，于是他回到自己工作的博物馆，得知博物馆的洗手间被人恶意破坏，然后他查看了昨晚的监控录像，惊奇地发现视频里的他恐惧万分，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危险，可却并没有看到怪物的存在。等他再次出现，恐惧的表情已经消失不见，不过通过眼神确定那个人绝对不是自己。博物馆很仁慈，并没有起诉他，甚至还贴心地为他推荐了精神病院的医生。但史蒂文坚信自己没有神经病，他根据之前找到的钥匙赶到了盲盒仓库，结果这里的工作人员认识他，说他昨天刚来过。在对方的指引下，史蒂文进入了仓库，打开行李后，他先是拿出了一把手枪和一本印有着他照片的护照，上面的名字是马克斯·佩克特。我想这个马克一定有前往中国的打算。之后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东西，那就是古埃及的神物圣甲虫。史蒂文2次差点因为他丢了小命。此刻玻璃中的自己突然对他说话，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月光骑士，他是替埃及月神在人间维护正义的使者。如今马克还有任务没有完成，希望史蒂文能把身体再借给他用用。史蒂文虽然看着傻傻的，但实际上并不傻，他拿起现金就想逃离这里，可是刚出来他就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，像秃鹫一样的月神孔苏正在逐渐向他靠近。由于昏暗的灯光，原本的正义之神也显得格外邪恶。不过幸好他逃出了大楼，遇到特意过来接应的莱拉。原来对方把他当成了丈夫马克。回到公寓，史蒂文向他极力地解释着自己不是马克，但莱拉却觉得他是为了离婚编造出的脱身理由。此时警察敲门，是为了博物馆的案子而来，而莱拉轻车熟路，提前躲到了屋顶。警察发现与史蒂文名字不符的护照，决定要带他回局里调查。路上黑姐向史蒂文暗示，大概意思就是马克屠杀过古埃及的考古队，其目的就是想让史蒂文知道月光骑士并不是什么好人。可他俩也不是什么佳期，他们将车开到想杀史蒂文的哈罗这里，然而孔苏也一直在附近，他向史蒂文发出杀了哈罗的命令。虽然哈罗看不到孔苏，但他能感觉到敌对方的气息。随后哈罗给史蒂文洗脑，声称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，说孔苏会惩罚那些已经走上邪恶道路的人。可他信奉的阿米特神就不一样，阿米特会在罪恶犯下之前做出判决，所以哈罗要复活他，而圣甲虫就是找到阿米特墓穴的唯一途径。表面上看，阿米特的确是略胜一筹，不过史蒂文却发现了问题的所在。还没犯罪你们就惩罚，那不是错杀无辜吗？难道刚降生的婴儿会因为自己将来的邪恶被杀掉吗？见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起作用，哈罗彻底失去了耐心，撕下了伪装。此刻莱拉自投罗网，拿出圣甲虫主动现身，拉起史蒂文便要逃跑。哈罗用带有阿米特力量的拐杖开启了亡灵召唤。史蒂文他们被信徒追击，躲进了仓库。很快亡灵就不断地撞击着大门。马克通过折射要求掌控身体，可因为黑姐的话，史蒂文已经抗拒交出身体了。此刻亡灵撞开大门，直接扑向史蒂文。飞出去的瞬间，史蒂文病急乱投医，召唤出了战衣。不过这怎么和之前的不一样了？看上去也太丑了。原来他不是马克，这是史蒂文的专属新战衣。但这战衣跟他一样没什么经验，被亡灵打的那叫一个惨。莱拉有心辅助，却压根看不到目标的影子。此刻马克再次要求他交出身体的掌控权。